神獸香港超級聯賽今日嚟到將軍澳運動場啊，有屬於香港嘅雙南會主隊嘅傑志迎戰東方啊。全藍球衣就係主隊嘅傑志，今日東方就穿起全白嘅球衣啊。開賽初段啦，傑志就首先揾到連番嘅機會。呢度一個傳中啦，回後伊拿拉文迪右腳一拖，左腳一射，咁過唔到呢邊嘅門將卡沙路啊！呢度回後右腳一拖，左腳都快射㗎啦。不過呢邊反應快嘅都有守門員啦，卡沙路。再嚟一個角球開前柱，最終個波彈下揾到呢邊嘅陳春樂，但係射埋去個波冇乜力啊，都係過唔到卡沙路。上半場初段有啲攻勢啦，呢度都有個入攝㗎啦，不過陳俊樂最尾一腳咧就踢唔到個波，就縮腳之下就踢中咗東方嘅門將卡沙路，卡沙路就好嬲，覺得佢係一個蓄意侵犯，不過經過 VR 系統複核咧，呢個波就冇意嘅。但係東方喺冇乜攻勢之下，最終揾到入球先嘅係佢哋，大久保休揾到佢嘅入波。幫東方喺上半場唔係好多機會之下，反而領先啊！呢個波戳入去啦，姚浩明揾到呢邊嘅馬高斯，馬高斯加多一腳送到去門前，大久保休將個波掃入。21分鐘啊，幫東方領先1-0。及後大久保休再次將個波送入網啊！窩里抽射望到個遠處射入咗㗎啦，不過旁正舉旗越位在先，入球無效啊！上半場啦，去到中段啦，其實東方比較多嘅攻勢嘅，再一次嘅窩里，今次撳到上嚟有賀爾啊！呢個波都撳得其實幾靚㗎啦，不過就啱啱唔中目標嘅啫。上半場傑志頭段啦揾到攻門之後呢，一路都其實叫做俾東方撳住嚟打，再一次嘅施射又係越位在先嘅啫。所以去到半場階段呢，傑志教練卡迪朗話唔得啦，我要換人啦。下半場一換就換兩個阿祖安同埋金志健嘅入替，咁就將成場波演變咗做第二場波咁啊。傑志下半場出到嚟就唔同晒啊！首先呢度揾到射門嘅有明加索夫一個快射，下半場出嚟連番嘅射門就越嚟越近㗎啦。今次就到第二個肯迪攝到去前柱，掃把腳一趟，遠處出界㗎咋。一個兩個射門都射唔入，大家都繼續揾機會啊！呢度大家鬥爭頂，最終個波揼落嚟，阿祖安見到前邊走空晒，輕輕力一鬥，李安道單刀幫主隊嘅傑志追成1-1平手啊！下半場61分鐘啦，後備入替嘅阿祖安一個傳送揾到李安道，鬥過門將卡沙路，追成1-1平手啊！跟住又嚟啦，傑志中間呢度林顯庭自己嘅失誤，一個直線揾到後備入替嘅亞祖安，下半場入替一個助攻一個入球，幫傑志反超前2-1啊！當然呢下係林顯庭自己嘅失誤啦，伊拿拉文迪好靚嘅直線揾到佢，亞祖安一控一射趟落個遠處度，守門員卡沙路都冇辦法啦。反超前2-1之後，繼續啦，話要東方要揾翻啲機會啦。呢邊都係最終揾到一個遠射，不過軟弱無力。最終傑志主場以2-1反勝東方，達成12連勝，全取3分。